咱做好咱家己就好啊。嗨，欢迎啊！有请何基啊来啦！来了咋？你好，何基啊！你好，哇，我真好运嘞，拢无半个人。无啦，我的意思是讲吼，我来的这时间拄好拢无人，对啊，拄好拢无人。先生啊，你总算有闲啊，不然呢，咱坐落来做伙啉一下茶好啊？那呢，我来去添茶啦。多谢多谢。哇，真难得哦，会当甲先生做伙啉茶，袂歹袂歹。啊，就拢无散户来啊。无散户哪有可能啊？你的这些工会当讲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10年来拢捌失手过，哪有可能无散户入来？你是咧讲耍笑？真实的啦，你看拢无半个散户啊，走去客户遐。走去客户遐？为虾米啊？不过恁两个的功夫拢比厉害啊！袂要紧啦，安尼才有法度去装较接生。较早你无用的时阵吼，拢无时间去。其实装卡的查某人，搁较需要有经验做善事。妈祖婆出巡，会当找互遐个装卡乡亲哦，嘛算是咧做功德，安尼嘛好。你甲我讲我是妈祖婆？毋是，歹势，我讲唔对呀，毋是妈祖婆，应该是讲替人接生的助产士，祝生娘娘。你莫胡白讲啦，我也毋是神啊，哪有遐伟大？不管是妈祖婆，还是祝生娘娘，拢有共一个优点，但是拢白水。